10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良字難忘。今日係37歲消防員何偉豪出殯日，小編想講多謝你嘅無私付出，願你一路好走。呢個日子全香港人都好沉重，好多市民喺紅磡世界殯儀館外邊靜靜地悼念呢一位英雄。靈堂入面佢嘅遺照擺喺最中央，周圍滿咗花圈同心意卡，成個場面莊嚴又傷感。特別係佢拍拖咗近10年嘅女友，喺靈堂最顯眼嘅位置放咗一個心形花圈，上面寫住佢對佢嘅深情告白，表達出佢永遠難忘嘅思念同痛心。呢位女友之前喺社交平台上發文，話佢係自己嘅超級英雄，任務完成之後返回咗一個遙遠嘅地方，但佢永遠係佢嘅驕傲，好想再拖住佢隻手，好想再一齊笑住過日子。但現實太殘酷，呢場大火奪走咗佢嘅生命，亦奪走咗佢哋本來計劃好嘅未來。佢哋原本下個月就結婚，已經準備好迎接新生活，點知天人永隔。呢個故事好催淚，好多人聽到都覺得心碎。靈堂外邊好多市民自發嚟到，帶住鮮花同蠟燭，有人寫住英雄永存，有人留言落更啦，好好休息。消防同袍都嚟咗好多，佢哋一齊列隊致敬，場面好感動。出殯當日，靈車會經過大埔多個地方，包括火災現場，之後去沙田消防局，最後安葬喺浩園。呢個係最高榮譽嘅喪禮，政府官員同消防人員都會出席，但公眾只能夠喺指定時間悼念。呢場火災唔單止奪走咗何偉豪嘅生命，仲有160位市民喪生，79人受傷，6人失蹤，近5000位居民無家可歸，大家都好需要支援。何偉豪入職消防處9年，表現出色，深受同袍愛戴。佢之前做過機場特警，體能一流，總係衝喺最前線救人。火災當日，佢下晝3點01分就到現場，負責地下救援，半個鐘頭後就失聯。之後被發現時已經面部燒傷，送院搶救唔成。呢個消息傳出，全港都震動，好多網民湧入佢嘅社交平台留言，話一路走好，香港英雄，多謝你保護大家。佢女友喺平台上發黑白照，話對唔住，我想同你講，我真係接受唔到。呢句話道盡咗佢嘅悲痛。呢場悲劇唔單止係個人嘅損失，仲係全社會嘅痛。呢個時候，大家都需要團結，一齊紀念英雄，一齊支援災民。轉嚟講講最新嘅援助措施。政府最近公布咗一系列細節，針對業主同租戶嘅需要。租金補助方面，只限業主每年15萬蚊，等於每月大約12500蚊，為期2年，分2期發放，每期7.5萬蚊。呢筆錢係用嚟幫業主喺大埔區租私人樓，維持原本嘅生活圈子。發放時間預計12月20號起，透過一戶一社工機制處理，社工會逐家逐戶跟進，確保申請順利。另外有一筆過搬遷補助5萬蚊，適用於業主同租戶，可以用嚟俾搬家費、重置家私電器，甚至部分按金。因為好多災民冇積蓄，租樓要俾上期加2個月按金，總共3個月租金，好大壓力。呢筆5萬蚊雖然唔夠蓋晒大單位嘅開支，但至少減輕一部分負擔。如果選擇入住過渡房屋或者房協單位，租金全免，可以住到2026年5月，唔使擔心按金問題。之前已經有每戶10萬蚊生活補助，已經發放咗超過1600戶，仲有1萬蚊應急金。呢啲措施係回應災民嘅呼聲，希望有更多選擇。援助基金總額已經累積到大約38億元，呢個數字好驚人。但大家要知，主要係嚟自香港市民同各界嘅捐款，政府只係注入咗3億元作為啟動資金，其餘35億元全係外界捐款，超過26萬筆小額捐款，好多係幾百蚊、幾千蚊嘅普通市民出嚟。呢啲錢證明咗香港人嘅團結同愛心，唔係政府出手大方，而係市民自己幫自己。基金主要用喺中長期支援，包括生活津貼、惠民金、醫療費用等等。截至目前，
各項援助已經涉及大約4.6億元，但基金餘下嘅錢會繼續用嚟滿足災民嘅需求。呢個基金規模已經係香港歷嚟災難援助中最大之一，比起之前嘅颱風或者小型火災好多倍。捐款仲喺度持續流入。如果大家想貢獻，可以透過官方渠道、稅務寬減都適用。呢啲錢唔單止係數字，仲係香港人對災民嘅支持。其他政府同社區支援措施都好全面。醫療方面，傷者醫療同康復費用全免。政府統籌咗心理支援熱線，好多機構如紅十字會、撒瑪利亞會提供情緒輔導。住宿安排，幾千人已經入住酒店、青年宿舍、中轉房屋，如屯門寶田過渡屋或者房協單位。特殊群體，外籍家庭傭工獲2萬蚊補助，傷者同罹難者家屬有額外慰問金同殮葬津貼，每名罹難者家屬獲20萬蚊慰問加5萬蚊殮葬。商業支援，附近廣福商場領展提供租金減免同停車優惠。慈善機構娛樂師會、工聯會都派發緊急援助金，每戶5000蚊。企業界都出手，麥當勞延長咗支援措施，針對受影響居民提供免費餐飲同就業機會。內地企業捐咗價值上千萬嘅物資，包括御寒裝備。呢啲措施涵蓋咗經濟、住宿、身心康復等等多方面。獨立調查委員會已經成立，正審視火災原因，包括外牆維修工程嘅物料同監管問題。火災背景11月26號開始從棚架同保護網蔓延，燃燒超過43個鐘，係香港數十年最嚴重嘅火災。屋苑建於1983年，屬居屋計劃1984個單位。雖然援助有咗進展，但政府出手實在太少，好多災民反映唔夠用。呢場火災造成160死、79傷、6失蹤，損失難以量化。屋苑價值幾十億㗎，但政府嘅補助只係每戶10萬蚊生活津貼、5萬蚊搬遷，租金補助限業主2年15萬。呢啲金額對基層家庭嚟講唔夠應付租樓按金同日常開支。大埔區3房單位租金大約1.8萬至2.5萬，按金加期要6萬至8萬，5萬蚊搬遷補助見底都唔夠，災民冇積蓄，突然無家可歸，壓力爆煲。有人話想死嘅心情都有。政府強調呢啲係額外援助，非取代保險或者法律賠償。但實際上，好多居民投訴初期援助唔即時，金額偏低。網上討論好多意見批評政府監管失當，從大維修招標到安全巡查，漏洞處處。居民早喺舊年就投訴物料不合規格、工程貪污，但冇人理會。呢場火災係制度性人禍。政府將責任推俾竹棚同棚網，迴避真正問題。取締竹棚之後，改用鐵架，涉及龐大採購，分判空間大，親共集團可能牟利，但安全問題未解決。問責機制真空，冇官員道歉，冇人落馬。成立獨立委員會都拒絕公眾參與。相比大陸，香港更差，冇民主制衡，又冇績效管治，只係淨政治打壓。國安公署警告，敵對勢力拘捕發起聯署大學生，壓制民間聲音。呢個管治模式首重政治安全，非公共行政。災後市民自發援助，關愛隊卻喺旁邊影相，視災民為背景，惹怒公眾。呢啲行為反映政府無心解決根源，只想控制資訊。援助基金38億元，主要市民捐款，但政府操控發放。災民意願不一，有人想重建，有人想清拆建紀念公園，但政府未有明確方案。災民四散，申領援助疲於奔命，重複填表，等候消息，心亂如麻。長者排隊辛苦，機構通知限時，增加負擔。呢場悲劇暴露香港管治崩潰，權力肆意，公民社會被壓制。香港人需要團結，繼續捐款，關注更新，支援災民。希望政府聽取意見，增加援助，徹查責任。呢個係全社會嘅責任，大家一齊努力。
共渡難關。轉嚟深入講講何偉豪嘅故事。佢1987年生，服務消防處9年，駐守沙田消防局。佢表現優秀，體能好，總係衝喺最前線。火災當日佢首批到場，負責地下救援。半個鐘頭之後失聯，被發現嘅時候已經嚴重燒傷。佢女友喺平台發文，話佢係超級英雄，任務完成，返咗客星，你係我驕傲。但對唔住，我接受唔到呢一句話，道盡咗佢嘅悲痛。佢哋拍拖近10年，恩愛非常，經常喺社交平台晒幸福。佢抱住女友寫住多謝你，嫌我煩都要講多100次 love you， 以後都要笑得咁開心。網民喺社交平台湧入留言哀悼，成日見到一路走好、香港英雄呢類字句，好多人聽完都覺得心痛到唔知點講。出殯嘅安排好莊嚴，靈車路線會特登途經火災現場進行路祭，大家用呢個方式表達對英雄嘅敬意。呢場火災唔單止係冷冰冰嘅傷亡數字，背後係無數家庭嘅破碎同永遠愈合唔到嘅傷口。雖然援助措施已經推出咗，但細節上仲有好多問題未解決，例如租金補助只限業主，租戶完全冇份。呢點好明顯唔公平。搬遷補助只有5萬蚊，對租大單位嘅家庭嚟講根本唔夠使，按金加期已經見底。生活補助每戶10萬蚊，雖然已經發咗超過1900宗，但申請過程好繁複，要重複填表填到煩。社工跟進雖然有心，但人手嚴重唔夠，災民等候時間好長，好多人都覺得無助。援助基金總額38億元。當中市民捐款35億元，超過26萬筆捐款，證明香港人真係好有心、好團結。但政府只出咗3億元，比例實在太少。呢筆錢應該用得更透明，公開帳目俾災民同公眾知情先至公平。其他支援措施，醫療費用全面係好，但心理輔導唔夠全面。好多災民出現創傷之後壓力症候群，卻冇足夠資源跟進。住宿安排上，過渡屋雖然免租，但位置偏遠，影響災民返工同小朋友上學，生活好唔方便。特殊群體如外傭有2萬蚊補助，但申領手續麻煩，好多人搞唔清楚。商業支援方面，領展減租只限附近商場，範圍唔夠廣。慈善機構每戶派5000蚊，雖然即時，但金額太細。企業捐物資雖然好有心，但分發唔均勻，有人多有人少。總體嚟講，支援措施有咗進展，但政府出手實在太少，唔夠即時，亦唔夠充足。好多網上討論都指出，政府喺監管上嚴重失敗。從維修工程開始就有貪污線索浮面，居民早幾年已經投訴，但冇人理會。工程涉款3.3億元。承包商過往記錄差，物料明顯唔合規格，火勢蔓延。雖然有煙感效應同強風因素，但根源絕對係人禍。政府將責任推俾竹棚同保護網，之後取締竹棚，改用鐵架。但呢個轉變涉及巨大利益循環，供應商大賺一筆，樓宇安全卻冇實質改善。問責機制完全真空。冇一個官員要負責，調查委員會又唔夠獨立。相比以前，香港有過制衡機制，但而家已經被削弱咗好多。呢個係結構性問題，權力只對上負責，唔對市民負責。國安法實施之後，民間聲音被壓制，連發起連署嘅大學生都俾人拘捕。呢一場火災係一個嚴重警示，如果唔徹底改革，類似悲劇隨時重演。大家要繼續關注，呼籲政府增加援助，徹查真相，香港人團結起嚟，定能渡過呢個難關。講返背景，宏福苑建於1983年，屬居屋計劃，居民大部分係基層家庭。火災從外牆維修工程開始，棚架同保護網着火之後迅速蔓延，燒咗超過43小時先熄滅，傷亡慘重，160人死亡，包括殉職消防員何偉豪。佢嘅犧牲感動全港。女友喺靈堂最中央放咗心形花圈，寫住痛徹心扉，不思量，自難忘。呢句引用金庸小說，
表達咗佢嘅心情同永遠難忘。靈堂掛住浩氣長存橫匾，政府部門送咗好多花牌，公眾悼念區市民留言滿滿敬意。出殯係最高榮譽喪禮，靈車經過現場路祭，場面好莊嚴。援助細節方面，租金補助每半年發一次，由社工協調。搬遷補助主要用嚟重置生活必需品，基金38億元，主力係市民捐款，政府貢獻少，捐款超過26萬筆，證明大家嘅愛心。其他措施包括基層醫療服務、精神健康熱線，企業如麥當勞提供免費餐飲同就業機會，內地捐咗價值上千萬嘅物資，社區支援娛樂司會派發援助金，批評政府出手太少，援助金額唔夠蓋日常開支，尤其災民多數冇積蓄，租樓好困難。政府迴避責任，將問題推俾物料，冇真正問責，制度已經崩潰，冇民主制衡又冇績效管治，只係淨政治打壓，拉咗連署者，呢啲係最大痛點，需要徹底改革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災民，一齊向前行。呢場火災改變咗好多人生運，但香港人好堅強。講多啲災民故事，有人全家財產一夜之間燒光，無家可歸，心情崩潰到極點；有人失去朋友同親人，悲痛欲絕。援助雖然推出咗，但申領好繁瑣，排隊辛苦，等消息等到絕望。政府應該簡化程序，大幅增加金額，基金餘額可以用嚟重建或者轉型。有人支持清拆原址建紀念公園，調查必須透明，容許公眾參與先至有公信力，呢啲係長遠需要。政府成日忙住謝中央，卻忽略咗殉職消防員同災民，成日採取防禦姿態，將市民不滿視為威脅，呢個好唔健康。香港需要回歸真正問責，重建市民對政府嘅信任。多謝大家收聽。